为着要来压制房价，行政院确定地政3法的修正案。今仔日内政部的处长花敬群到立法院来报告着其中的设计2.0相关的法案，要安怎来落实？花敬群讲，会更加有效率来防止红单的乱象。另外，这个设计登录有来显出着门牌号，伊嘛讲，这并无个人资料外泄的疑虑。 这位真正要来对付炒房地产的内政部处长花敬群，伫咧内政委员会面对质询，讲伊无伫咧滚双笑。行政院嘛伫咧10号通过地权3法修法，包括平均地权条例、地政处法、甲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。啊，那外界注意的设计登录，嘛会改做10号登录，公开完整的门牌。中介业者或房屋资讯的网站，已经也进行所谓的实价登录3.0，揭露的 房屋详细门牌的数量数十万笔，也没有发生过任何有关个资的争议。行政院除了修地权3法，卖提悬包租代管厝头家的免税额。总统蔡英文嘛讲，110年要来起15000户的社会主体。不过台北市长郭文珽说讲，无啥有可能。我们最不乐见的是，连县市首长对于中央政府要来协助市民推动好的政策，都可以反对，都可以来做任何的污蔑。起社会主体要靠中央含地方就会出力，总数量想要达到标准，恐惊要个斟酌想看卖咧。